神嘅選民，但是在埃及成為奴僕，受苦被歧視，甚至我哋看見因為法老嘅懼怕，他們嘅男嬰都要被殺。但係在這樣嘅絕望嘅光景嘅裏面，神嘅手沒有離開他們。但是我哋亦都可以看見另外一方面，神亦都沒有立刻的去將拯救帶到他們嘅當中。為什麼？為什麼？我哋會去問，為什麼神沒有在一開始嘅時候就出手？所以很特別嘅是，在第二章就開始讓我哋看見神做事嘅法則，亦都可以讓我們看見神是怎樣真實的。所以在第二章這裏描述摩西嘅出生、成長，甚至他嘅失敗，還有他嘅逃亡。短短嘅一章嘅經文，已經完全嘅將摩西嘅前半生記錄下來。如何嘅出生，如何嘅成長，如何嘅失敗，如何嘅逃亡，這個就是以色列人神所揀選嘅僕人摩西嘅前半生嘅生命。這個不是一個單純嘅歷史嘅記載，而係怎樣揭示啦神怎樣在人嘅無力、無望，甚至在混亂嘅之中開始他拯救嘅計劃。神不會讓我們在一個衝昏頭腦嘅時候出手，因為這樣嘅時候我哋看不見神，我哋只能夠看見我們自己。當我們真係沒有辦法謙卑下來，沒有辦法掌管我們嘅生命，賜禍福嘅都是耶和華神嘅時候，我哋沒有辦法看見恩典，我哋看到嘅就是自己，就是我們自己，看見嘅就是世界，看見嘅就是關係，看見嘅就是財力，看見嘅就是權力。神要我們看見嘅是什麼？一個真理，一個真理，一個真正嘅生命，一條真正嘅道路，窄門。所以在出埃及記第二章，我哋看見怎麼樣兩種生命嘅對比，一種是靠自己，靠捨棄，試圖怎麼樣啊？掌握命運，這個是誰啊？就是摩西嘅前半生，靠自己，靠捨棄，去嘗試去完成他想做嘅事情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哋看見嘅是什麼？終於願意放下，轉向神。這個就是以色列人嘅哀求。今天我們就從出埃及記第二章認識這三個這麼重要嘅真理，並對照我們自己嘅生命，神是否亦都在我哋身上有一個命定？我們是否亦都還是在靠我們嘅捨棄努力，或者我們是否願意放手交託，進入神嘅道路、真理、生命裏面？所以讓我哋一起嚟去看。第二，在出埃及記2章1節到第10節裏面，我哋看見神揀選中嘅特
別嘅預備。摩西嘅出生同埋嘅成長，摩西不是一個偶然出嚟嘅一個 baby， 他嘅父母我哋看見，他爸爸、他媽媽都是利未人，是神特別揀選出嚟要侍奉他嘅支派。雖然面對法老嘅那個追殺，要殺盡那些男孩，但是我哋看見摩西嘅母親仍然憑着善心將他藏了怎麼樣3個月。這3個月我相信不容易，一個剛出生嘅 BB， 他會哭會鬧，但是他們能夠藏了他3個月，這個一定是一個不容易的旅程。但是最後我哋看見經文說，他們藏不下了，他們唯有將他放在一個蒲草箱中，交託給神。當神嘅介入嘅時候，當他們真係願意不去藏嘅時候，願意真係將這個 BB 交在神嘅手裏，意思是什麼？不再靠自己嘅力量嘅時候，我哋看見神就讓這個 BB 摩西給法老嘅女兒憐憫。我哋看見這個 BB， 這個法老嘅女兒看見這個 BB 不是笑嘻嘻的，這個 BB 不是很可愛的。當他看到這個 BB 嘅時候是哭的，哭鬧的。我想在這個世界上沒人會喜歡哭鬧嘅 BB， 但是這個就是摩西與法老嘅女兒第一次嘅見面，第一次嘅神蹟出現。一個哭鬧嘅 BB 竟然怎樣讓法老嘅女兒可憐啊！家人們，神啊！當我哋願意放手嘅時候，當我哋不要再靠自己嘅方法去做神嘅事嘅時候，神自己會出手。神嘅介入，不單止法老嘅女兒願意去收養這個孩子，甚至怎樣啊？他姐姐勇敢嘅出嚟，姐姐勇敢嘅走出嚟。當我哋看見神做事嘅時候，我們願不願意勇敢嘅走出嚟？我哋亦都看見摩西嘅媽媽亦都願意放下家裏，去怎樣去到法老嘅皇宮去撫養摩西。家人們，很多時候我哋看見我哋跟從神，我哋去回應神嘅時候，我哋覺得沒有效果，我哋就選擇放棄，甚至退縮。但是當我哋看見神嘅時候嚟嘅時候，我們願不願意放下所有回應他？我哋看見摩西嘅姐姐不畏為善，我哋看見摩西嘅媽媽放下他嘅家庭，願意回應神。家人們，我們有沒有真的願意這樣在神嘅時候，真係能夠放下去回應他呢？我哋亦都在另外一方面，我哋看見一個摩西雖然是一個希伯來人，連那個公主一看就說這個就是希伯來人，這個公主太厲害了，但是他卻在埃及嘅皇宮中長大。你看，連這個公主都看見，那法老看不看見？法老嘅那些大臣看不看見？所有在皇宮裏面嘅埃及人看不看見？但是神就是這麼奇妙的安排。
我哋用很多嘅邏輯，用很多嘅東西要去完成神嘅計劃，但是神使用嘅是什麼？不是我哋嘅出牌啊，不是按你出牌的。神是有他自己嘅法則，不是地上嘅法則，不是我哋嘅邏輯思維，不是我們嘅教育出嚟嘅思想。就係門，法老要殺盡所有希伯來人嘅男孩，但是竟然在他嘅皇宮裏面，他願意一個希伯來人嘅男孩在哪裏？不是單止在哪裏，還要養育他，還要教養他，還要再陪他成才。就係門。摩西嘅身份在外人中看起來是埃及人，但他是先我哋看見嘅離不開希伯來人嘅連接。這種雙重嘅身份，其實讓摩西成為一個裏面先靈成為一個很大嘅混亂。我哋可以看見後面，當摩西遇見他嘅妻子 OK 嘅時候，他們看他都是什麼？第19節，他們說有一個埃及人叫我們脫離牧羊人嘅手。他們你去看見嘅是什麼？經文讓我鋪陳出嚟，讓我哋看見什麼？摩西是一個100%嘅，無論他說話，無論他做事，無論他樣子，都是一個埃及人。這個不就是我們嗎？我們被這個世界教育，在這個世界嘅系統裏面長大，我們裏面思想的、行為的都是屬世嘅，但是我們裏面有一個尊王族嘅心啊，這往往就造成我們嘅混亂。這個身份嘅混亂，讓我們迷失了我哋這個神給我們嘅尊王族嘅身份。第二，人嘅方法與捨棄嘅回應，在出埃及記2章11節到第15節，我哋看見摩西殺人啦，他逃亡啦。摩西長大之後，他看見嘅是什麼啊？他嘅兄弟受壓迫啦，他怎麼樣？很不開心。他嘅心是希伯來人嘅心，但是他嘅行為、他嘅思想是埃及人，所以怎樣啊？他就出手殺掉那人啊！埃及人就是這樣，他出手殺人啊！他以為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拯救嘅別人嘅人，沒有想到他被他嘅兄弟拒絕。他們說什麼？他們說：你為什麼？誰立？第14節，誰立你做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啊？難道你要殺我嗎？就好像你殺那個埃及人一樣嗎？就係們兄弟沒有感謝他，反而怎樣啊？控訴他。法老更加要怎樣？想追殺他，最後他逃亡到曠野。
這個顯示嘅是什麼？即使我哋是有命定、有呼召、有熱情，但是若然我哋依靠我哋嘅方法同埋捨棄，最後帶嚟嘅是什麼？混亂、恐懼、挫敗，甚至怎樣逃避。摩西，我哋看見在這裏，神讓他，真的，因為為什麼？這個是摩西嘅選擇。摩西選擇，他嘅選擇，他就要承擔失敗。所以最後我哋看見摩西怎樣啊？他回到那個曠野，在曠野裏面，他要捨棄怎樣？在曠野嘅40年，讓摩西捨棄嘅是什麼？放下、放手、放線，完全嘅在一個等候嘅時候，這樣才能夠成為神合用嘅器皿。我們是否亦都憑着我哋嘅捨棄去處理問題呢？結果不單止沒有果效，反而傷害自己，亦都傷害別人。最後第三，神嘅時候與人嘅放下，在第2章第23節到25節，我哋看見以色列人哀求神啊，以色列人哀求神啊，在整個故事嘅轉折嘅時候，什麼將整個嘅結局反轉？是人，是人願意做什麼？我哋看見在23節，過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嘆息哀求，他們的哀聲達於神，齋們。當神嘅百姓願意放下自己，開始轉向去哀求神，不再抱怨，不再靠自己，而是因苦工嘆息哀求。很多時候我哋覺得生活本來就是這樣啊，沒關係的，我7-11沒問題的。我辛苦一點又怎樣？我犧牲一點我自己嘅時間又怎樣？所以我哋沒有哀求神。我哋覺得勞苦重擔本來就是應該的。我哋讓生活壓制我們，我哋沒有渴求那個聖靈嘅果子，家人們。我哋已經麻木啦，就好似我嘅禱告，我說神啊，為什麼你讓我們嘅教會這麼荒涼？你給我們120張椅子，人在哪裏？我哋是不是已經無感啦？沒有感覺了，覺得還是沒問題的。我哋現在不是很好嗎？2003年到現在，我哋嘅幼稚園，我哋有辦過多少嘅福音嘅善動活動？我哋帶咗多少人信主？我哋去 reach out 多少嘅家庭？我哋已經冇感啦。我哋不覺得我哋做嘅是問題。我哋已經蒙蔽啦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樣。但是當他們開始願意哀求嘅時候，他們不是為了過活而過活，
不是為了走安而走安。現在不是過得很好嗎？不，神給我們嘅命定計劃不是這樣的。神在等候我們去哀求他，神等候我們再回轉，神要等着我們去看見我們嘅被蒙蔽。家人們，我哋是不是被世界養大啦？我哋忘掉我哋嘅命定啦。神嘅回應不是因為我們表現好，而是因為我們願意承認我哋嘅無能，願意承認我哋嘅蒙蔽，單單嘅嚟到神嘅面前。這樣嘅回轉，這樣嘅願意悔改，願意回到神嘅心意嘅時候，這個就是神介入嘅一個開始。家人們，究竟我哋嘅心有出現什麼嘅問題？我哋嘅眼目出現什麼嘅問題？我哋被什麼嘅帕子遮蔽啦？究竟我哋裏面有哪些奢侈、那些蒙蔽、那些不放手，隱藏在我們嘅心嘅裏面？是不是我哋總係想控制、操控、止住？什麼事情我哋都想那個結局，那個 result， 我哋要操，我哋都在想這個東西。我哋想靠我哋自己去安排，不願意將我哋嘅事情交託給神。我哋已經習慣啦，是不是？我哋用捨棄嚟回應，明明我哋是神嘅兒女，但是我哋已經被世界嘅定義去影響啦。我哋裏面充滿着矛盾、恐懼、害怕。我哋知道神要我們這樣做，我哋又擔心啊，這樣我生活又怎樣？我前面嘅路又怎樣？很多嘅怕，是不是我哋怕失敗，所以我哋逃避？一旦事情不如我哋嘅預期嘅時候，我哋就選擇怎樣逃走、躲避，不去面對，走回舊嘅路。是不是我哋活在一個身份嘅混亂嘅裏面，就好似摩西一樣？明明我哋是神嘅兒女，但是呢，我哋又放不下世界嘅雜質，內心充滿着矛盾。我哋嘅嘴巴說善，但是我哋心裏面，我哋嘅行動卻是表現出嚟嘅係靠自己。我哋內心還是有一個 bottom line。神，你可以動我什麼，但是這個我絕對不能動我。我哋不願意完全嘅擺上，我哋不願意承認我哋嘅軟弱。表面表現出嚟嘅是我剛強，我沒事，我很好。其實我哋裏面已經撐不住。我哋又不願意向神付出，我哋對神已經失去那個耐性。這麼久，還要我等？是不是我哋等太久了？我哋想找另外一個 shortcut， 是不是？我哋只會在我哋嘅
絕望或者我哋嘅箭頭嘅時候，我哋才去找神。平時呢，我哋都靠我們自己。只有在失敗，只有在不成嘅時候，只有在痛苦嘅時候，我們才嚟尋求神。我哋讓神成為我哋嘅安慰而已，不是我們嘅找前嘅燈，路上嘅光。我哋神其實已經成為我哋嘅可以擺出嚟放回處一個物品而已。家人們，今天神藉着出埃及記第2章呼天搶地的去跟我們說，藉着摩西，藉着以色列人嘅生命，喚醒我們裏面那個混亂、那個沉睡、那個蒙蔽嘅靈。好唔好？我哋一次低頭禱告。聖靈啊，真係謝謝你，讓出埃及記第2章，藉着摩西嘅前半生，還有以色列人在那個勞苦重擔裏面那個回轉上，去讓我們看見我哋嘅生命，讓我哋真係血淋淋的看見我們嘅我是怎樣。主啊，聖靈，我哋知道，我哋相信，我哋明白。主啊，你不是審判我們，你係讓我們真知道、真明白，你是自憐，你是自憐，你跟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嘅約嘅神，你是聽見禱告嘅神，你是那個看顧我們嘅神，你是知道我們苦情嘅神。主啊，今天聖靈，我們就嚟到你嘅面前，求憐憫，求饒恕，求拯救，救我們脫離這個為奴為僕嘅生活。主聖靈啊，你幫助我們，讓我們再恢復那個專注皇族嘅熱情、身份、信念，讓我哋不以地上嘅生活為念，讓我們定睛仰望，抬頭在永恆上面。主謝謝你，讚美你，幫助我們出黑暗、出混亂，進入神你嘅光明嘅道路、真理、生命裏面。謝謝主，我哋嘅禱告，我哋嘅祈求，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，神嘅兒女說阿們，阿們。感謝讚美主，今天我哋嘅天父餐桌嘅宣詩就到這裏，願神大大嘅祝福大家有一個經歷神嘅一天。Amen，拜拜。